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的茶山，有几10只的山猴大混战。这个大阵的山猴，安尼嚎，安尼化休相拍，登山客甲游客看到拢起惊。专家讲，这个山猴会安尼招规阵来相拍，可能是为着要抢食物，嘛要提醒游客，拄到这种的状况，唔通挖近高阵，安尼较袂发生着危险。 问阵高山的小镇，双方拢真生气，其中一边开始攻击，另外一边嘛无要相让。几十只高山的相拍，这个地点是伫高雄茶山步道的搬营红地站。当时登山客看到这个情景，甲影片翕落来，有袂少人拢惊到。若有物件啦，大家就斗咧抢啊，哪会袂？ 爬山的民众表示，常常会使看到高山仔咧耍，不过一摆看到几10只就较罕见。专家认为，这种群体冲突可能是为着咧争要讨食地盘。他们比较是在争夺一个地区的觅食资源，你就维持稳定在旁边观察，或者是就是离他们有一点距离，不需要去特别干涉他们。一般来讲，民众若是拄到安尼的状况，莫去挖近，避免发生危险。不过嘛，免伤过惊吓，因为高山仔冤家相拍了后结束，就会家己离开。